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大家嚟到元朗嘅好發洋樓。今次單位面積大約係260尺，屋主求嗰個成係一房一廳。而今次單位嘅裝修風格，我哋係希望營造簡約嘅設計風格，令到成個單位睇落去更加闊落同埋明亮嘅。今次嘅裝修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、瓷磚更換，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，仲有包括全屋嘅油漆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鋁窗更換、大門、房門等等嘅，合共係286900蚊年供包料費，外住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嘅。首先介紹廚房嘅位置，廚房門呢選用咗灰色嘅巴士門。而嚟到廚房入邊呢，今次主要用咗兩組 L 型嘅櫥櫃嚟做設計。而下方嘅櫥櫃喺右手邊留咗放洗衣機嘅空間，而頂部嘅櫥櫃為咗一致，同樣都選用咗下邊櫥櫃嘅顏色，最後配搭咗中間白色嘅石英石面，睇起上嚟簡約得嚟又時尚嘅。廁所門我係選用咗灰色嘅巴士門，而廁所入邊今次主要選用咗灰色嘅顏色嚟做主調，而淋浴空間方面選用咗黑色嘅玻璃浴屏。而櫃身方面呢，我哋今次選用咗3門嘅鏡櫃嘅，最後下方嘅位置選用咗趟門浴室櫃。然之後我哋嚟到房間位置，房門選用咗深啡色嘅掩門，而房間入邊呢都可以放咗張4隻床、一個大衣櫃同埋書台。而大門方面呢，我哋同樣都選用咗深啡色嘅木門。而房間嘅窗台呢，我哋都幫佢鋪咗個新嘅窗台石，同埋換咗個新嘅鋁窗。最後今次全屋使用咗淺啡木紋嘅地磚，襯托白色嘅油漆。咁嘅設計可以令到屋主可以容易襯托自己購買嘅家私，同埋睇起上嚟更加時尚嘅。